2025年11月21日，我同鐘老師正式註冊。現在要先問李振東先生，你是否願意娶鍾淑慧小姐作為你嘅合法妻子？我願意。鍾淑慧小姐，你是否願意嫁李振東先生作為你嘅合法丈夫？我願意。現在本人以法律嘅名譽宣布，由今日開始，兩位正式成為合法嘅夫妻，恭喜晒兩位！恭喜晒！好多人話婚姻係愛情嘅大結局，以前我以為呢句淨係一句好聽嘅浪漫對白，但當我哋真正喺張紙上面簽低個名嗰一刻，我先突然明白，原來婚姻帶俾人最大嘅震撼，唔係嗰一日有幾隆重，而係內心突然生出嚟嘅嗰一種踏實。年紀越大，越發覺呢個世界轉得太快，每一日都有太多嘅不確定，但我哋每個人嘅心底入面，其實都好渴望有一樣嘢係肯定嘅。結咗婚之後，生活冇話變得驚天動地，亦冇咩戲劇性嘅情節，但正正係呢種平淡先最擊中人心。原來婚姻嘅意義係無論出面個世界點樣變，你都知道總有一個人會同你分擔每一餐飯嘅熱度，聽你講每一句無聊嘅廢話。兩個人結為夫妻，唔係邊個要改變邊個，而係喺彼此身邊可以最放鬆、最舒舒服服咁做自己。多謝你，鐘老師，多謝你俾咗我呢份無可取代嘅安定感。愛情嘅大結局，我哋已經完美交卷，而兩個人平平淡淡、細水長流嘅新生活，先至啱啱開始。